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诚欢喜。就是至关上帝徛起上帝所在。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天不光，上帝就帮助你。列邦花花好，列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消扬。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一间斩断枪，放火烧战车。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重，伫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咱共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也是阮的溃力，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虽然这个世界有动乱，阮的心有时嘛会惊吓，但是阮选择倚靠你，因为有你同在，阮就免惊。求你赏赐阮平安，坚固阮的信心。互阮知影你一直掌权，万项拢伫你的手中。嘛求你保守咱的家庭、教会甲即块土地，互你的恩典亲像江河流入阮的生命当中，互阮日日得到换新，时时有气力行你的旨意。主啊，互阮定定记住你的话，点点就知我是上帝，互阮放下操烦，专心。望你，因为你要互万国尊重，你永远做王。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大专中心主日，欢迎王品生牧师代表该中心前来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姐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会公告：第一小点，高雄中会专派立宗伟牧师兼任油厂教会小会议长。油厂教会小会议长陈港业牧师要伫11月10号因为戒灵退休申请离职。根据教会法规，主任牧师离任时，其他牧师同时辞任。教会重新聘请牧师，为方便教会处理聘务的相关事项，大仙专派小会议长立宗伟牧师对7月1号起兼任油厂教会小会议长，敬请大家关心代祷。第二点，欢迎甲接纳张伟温、张伟林的小义会籍，对台中中会公益行动教会转入本会，愿主施恩赐福。第三，下主日7月19号，泰雅里中会台江教会要伫本会1楼广场敬拜中心预备水蜜桃，欢迎兄姐特别关心甲踊跃到尾。第四，本会定伫8月22号礼拜六上午9点到下晡6点，伫敬拜中心举办好牧人宴会，对象全体的小组长甲门训课程毕业的学员，费用毕业生每人800块，小组长每人500块。敬请伫7月29号拜三前往办公室报名参加。具体消息：第一，喜讯，恭喜本会张义礼、杨依婷夫妇人终之吉喜，真恭喜。第二点，有功有地方。要伫7月18号礼拜六上午9点，伫教会主堂举办第44届毕业典礼，敬请兄姐莅临参加。第三，互助社。第一小点，本主日第2场礼拜了后，伫地下室中会议室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第四，送婚。本会吴顺成兄弟伫10月26号拜五，蒙主恩雕安孝主怀，
定伫7月17号礼拜五上午10点，伫本会敬拜中心举行对4个别礼拜，中昼12点伫基督教干仔园举行安葬礼拜。送家有准备一台游览车要前往的兄弟姊妹，请向办公室登记。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第五，儿童牧区暑假营会报名开始，时间伫8月26號到8月28號，到8月29號3天，地點伫富堂。對象原本是國小1年甲國小6年，費用每人1000塊。報名請往辦公室。第三，教會消息請陳牧師。咱台北聖樂推廣協會伫8月30日下晡2點到4點半伫橋頭教會有舉辦合唱的演習會，這是免費，還佫有送譜，歡迎咱各位聖歌隊隊長會當鼓勵隊員的報名參加。以上報告。即時來經修聖經，列王記上卷19章第1節到第18節。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甲伊用倒殺眾先知的事，攏甲亞西別講。亞西別就找人去見以利亞，甲伊講：明仔日約略之時，我若無互你的性命，親像因中間一人的性命一樣，願遐的上帝加倍折罰我。以利亞看見安尼，就起來走，來逃命，到猶大的別是巴，將羅卜投佇遐。家己入去曠野行一日的路程，到一張路頂樹骹，就坐佇遐求死，講：打煞啦！耶和華啊，求你賜我的性命，因為我無比我的列祖較贏。就倒佇路頂樹骹困去。有天使來答伊，講：起來食。伊看伊，就看見有餅畢佇火炭的頂面，閣有一班水。伫伊的頭殼邊，伊着食着啉，閣倒落去。耶和華的天使第2擺閣來答伊，講：起來食，因為路真遠，你行無法度。伊着起來食，伊啉伊，我靠即擺食的力，行40日40暝，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伊到遐立一個洞，就踮迄內，看耶和華的話臨到伊，甲伊講：以利亞，你佇遮創甚物？伊應講：我為着耶和華萬軍的上帝大熱心，因為以色列人棄殺你的約，毀壞你遐的壇，用倒殺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也孝順我的性命，要處伊。講：你出來徛佇山裡，佇耶和華的面前，看耶和華經過，有大骨頭的風，破離遮的山，拍碎遐的石。佇耶和華的面前，總是耶和華無佇風的內面，風了後有地動，耶和華也無佇地動的中間，地動了後有火，耶和華也無佇火中，火了後有勢閣輕的聲。以利亞聽見，就用外衫搭面，出去徛踮洞口，看有聲臨到以利亞，臨甲伊講：以利亞，你佇遮創甚物？伊講：我為着耶和華萬軍的上帝大熱心，因為以色列人棄殺你的約，毀壞你遐的壇，用倒殺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也孝順我的性命，要處伊。耶和華甲伊講：去啊！你倒去，到大馬色的曠野，已經到，就着用油抹哈設做亞蘭王，閣抹寧示的孫耶戶做以色列王，閣抹亞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囝以利沙做先知，煞接你。後來脫離哈設的倒下，耶戶要殺伊；脫離耶戶的倒下，以利沙要殺伊。總是我佇以色列中留7,000人。伊的骹頭污未捌過巴力，伊的喙未捌浸伊。讚美，請松年聖歌隊。
讲道题目：伫主听里终生得力，伫主听里终生得力，请王品生牧师。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引传阮，互阮会通经过即个风台天。感谢主，互阮拢得到平安，嘛互阮会通伫上帝你的听的内底，阮搁一遍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你。主，这是你互阮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福分，嘛求主你互阮正兄姐会通搁一遍借着上帝你的话语，互阮的心得到快乐。嘛求主你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阮拢会通伫上帝你的话语的内底来得到上帝你要爱阮的话语，和成做阮的帮助。搁一遍将阮今仔日分享的，拢摆咧伫上帝你的面前，求主你施恩赐福。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的名，阿免。所敬听的牧师，咱的长职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专，咱高雄大专纪念主日，真感谢主咱的教会牧师长职搁一遍接纳高雄伫大专咱来请安报告，嘛感谢主，咱高雄大专中心咱伫2001年甲今年25年，咱甲寿山中会的大专部，甲咱高雄中会的大专部，咱合作，甲今仔日咱来成立即个高雄大专中心。伫咱目前大高雄地区，伫15间的学校的内底，咱有15个咱的长老教会的团契，伫校园内底来做遮的学生的事工，做遮宣教的事工，看见上帝的带领，看见咱正兄姐正教会的支持，互咱的事工会通继续，这真正是上帝的恩典。虽然伫即马大环境有真侪的困难，有真侪的挑战。但是我靠上帝的快乐，嘛，互阮伫参与伫陪伴遮学生的内底，嘛看见讲真正，若毋是上帝的带领，若毋是上帝互阮有快乐，真正有当时会真有当你会真灰心啦吼，有当时你会真累志。但是一摆一摆看见真正是我靠主，上帝就互咱重新得到快乐。所以我相信。伫咱的信仰的内底，咱的主嘛，因为上帝听咱，互咱会通常常读经，常常灵修、祈祷，上帝就互咱为上帝的话内底来得到即个快乐，互咱有望，互咱袂累志来向前行。所以伫遮搁一遍甲大家说多谢，感谢主互咱油松教会真正是当年拢。关心伫即个大专的事工，为着大专的事工来关心大道奉献，诚做阮上大的快乐。所以，搁一遍感谢大家，嘛愿上帝祝福大家伫即个诚做上帝的今日的即个路程的内底，拢有上帝满满互咱恩典伫咱的生命的内底。今仔日我要用列王记上卷。19章第1节到18节这段经文，搁一遍来阮的兄弟来分享，咱要安怎伫主的听的内底重新得到快乐？要安怎搁一遍伫主的听的内底重新得到快乐？其实伫咱的生命的内底，我相信咱有侪，互咱心内惊吓，互咱感觉讲行袂落去的经验。可能有当时咱拄着困境的时，咱有侪的情绪；咱拄着挑战的时，咱有感觉讲哪一个关卡卡伫遐过袂去。伫咱的生命的内底，常常有安尼的境遇，但是我感谢主就是因为咱人就是有情绪，咱人上帝创造咱就是需要搁一遍来学习我靠主。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拢知，但是有当时咱就是伫顺境的时，可能你拢会感觉讲，袂歹逐工就是安尼欢欢喜喜过日子。但是有当时咱就是伫人生的内底，你会拄着无论是伫咱的生活，还是伫人甲人的关系，有当时是伫咱的身躯的顶面，咱会拄着无共款
的试炼，可能会拄着，迄毋是咱期待中会发生的代志。但是拄着的时咧，咱要安怎来面对？我相信这都是伫咱的信仰的内底，值得咱来学习的。拄着困境的时，拄着挑战的时，拄着困难的时，咱安怎来面对咱家己？咱要安怎用信仰的气力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遍向前行？所以咱要安怎搁一遍掠条主的应允？要安怎伫主的听的内底重新得到气力？我相信这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学习的。今仔日的经文的内底，伫列王记上卷19章，咱拄仔为第1节读到18节的这段经文，咱知影讲伫旧约圣经内底，这是咧讲以利亚的一段的经历。咱知影以利亚是上帝亲自拣选、大有气力的先知。伊伫咱今日圣经读吼，咱知影讲上帝呼召伊是伫一个真黑暗的世代，因为伊是伫南北国分裂的时代。咱知影以色列到要分裂嘛吼，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伊就是伫迄当时的处境是伫分裂的时代。毋若伫分裂的时代，咱知影讲当时北国的国王是亚哈王。咱知影这个亚哈王，其实咱知影北国吼，伊是敬拜上帝的国家。但是咧，咱知影本来伊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国家，但是一代一代，咱看到遐个国王，一个一个离开上帝，一个一个违背上帝的命令。尤其这个亚哈王，伊毋若无听上帝的话。伊阁带一个拜假神巴力的女子叫亚西别，诚做伊的太太。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时代就是北国以色列国王咧叫亚哈王，伊的太太叫亚西别。伊带这个拜假神巴力的女子亚西别做某，伊带这个拜巴力的女子做某咧，这个王后吼。王后伊来到这个国家的时，伊毋是讲着对亚哈王讲亚哈王我来敬拜上帝，本来亚哈王就无听上帝的话，所以伊就允准伊这个某安怎将这个巴力，甲伊拜偶像甲伊带来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个亚西别来到以色列。伊阁伫撒玛利亚为着巴力来起庙做坛，毋若安尼，伊阁命令以色列百姓对待以后，干那会使拜巴力，袂当阁拜上帝啊！哇，这伫上帝伊看起来，上帝当然真艰苦心的想讲，哪会安尼啊？吼，伫即个黑暗的世代内底，但是咱知影讲，上帝真正是一摆阁一摆，互以色列人有机会。会通搁倒转来，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伫这个时代咧，上帝伊就呼召以利亚，伊呼召以利亚，诚做先知，要来甲当时的国王亚哈王，甲这个亚西别，要甲因讲，恁安尼做是毋对的，恁得罪上帝。所以一摆一摆，咱也伫列王记上卷，你就会通看见讲。上帝呼召以利亚，真正是一摆一摆，互因机会。以利亚嘛真勇敢哦，伊嘛真有信心。上帝若叫伊去做，伊就去做。伫列王记上卷17章第1节甲第2节，伊个以利亚上帝甲以利亚讲你爱去甲即个亚哈王讲恁若无听上帝的话。伊讲我指永外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来讲话。伊讲即几年我若是无祈祷，上帝就袂伫以色列来落雨水。上帝爱以利亚去甲亚哈王安尼讲你若无听上帝的话，你若无搁一遍悔改，倒来主的面前，我伫以色列，人讲3年6个月拢无要落雨水啊！你想亚哈王听了会欢喜吗？圣经讲亚哈王。足生气，听甲呢气甲跳骹就派兵要来掠这个以利亚。
并且咧下令就讲即个亚哈王就生气的吼，毋若要杀以利亚，伊阁下令要将敬拜上帝的先知全部拢甲杀死。毋过你若你看列王记上悬，你就知影讲，以利亚一摆一摆接受挑战，虽然拢伫足困难、拢伫足危险的处境的内底，但是上帝拢保守以利亚。一摆一摆，互伊拢找无以利亚，因为上帝逐摆，若亚哈王下令要甲以利亚杀死的时咧，上帝拢将以利亚带到一个足安全的所在。咱若伫圣经内底，咱嘛知影讲，有一摆嘛是伊就是甲讲这3年6个月拢无要落雨，亚哈王就派兵甲对散，以利亚就直直逃，直直走啊，哇，走到一个所在密起来，但是上帝真正是帮助伊。互伊秘伫一个有水通啉的所在，无肉通食对无？圣经讲上帝派啥物？派一只乌鸦，就夹肉，逐工夹去互伊食，甲伊饲互饱。所以，亲爱兄弟，你若看到经文，你就知影讲，上帝安尼一摆搁一摆帮助以利亚，互以利亚拢伫上危险的时，上帝保守伊平安。所以，以利亚嘛就有信心。一摆搁一摆接受挑战，所以以利亚咱就看，哇，伊就有信心来面对无共款的困难，因为伊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伫迄个内底嘛有真侪神迹奇事来发生。但是伫今仔日19节，咱若拄我伫读经文的时，你就会看见是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情形。咱嘛看见一个完全无共款的以利亚，拄我所讲的以利亚是足有信心的，对无？人讲无惊死的，上帝爱伊去对就去对。虽然亚哈王大概拢要派兵甲伊杀，但是伊拢无咧惊的。但是伫今仔日19节，咱却看到一个完全无共款的以利亚，伊对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人讲伫官方内底的人，19节咱看见，伊今仔日却是人讲跌落谷底呀，失去信心，完全是毋若失去信心，佫是绝望。这个转折，人讲这个转折，哪会遮尔互你感觉讲，会变一个人，以利亚。伫圣经内底，若伫19章真正所描述的以利亚，是一个安尼足有信心、满有信心，伊无论做啥物代志，伊拢无咧惊的。但是上帝互伊对安尼经历的内底，互伊定心来认捌伊所信的主。所以敬听兄弟，我感觉这嘛是上帝对咱的提醒。有当时伫咱人的一生的内底，无拄一帆风顺。有当时咱会拄着人生的困境，有当时咱会拄着互咱感觉真失望、真灰心的代志。要安怎来面对，这是重要的。有当时你看真侪人，可能普通时好好，感觉看起来拢袂歹。但是你看伊，当伊拄着代志的时，伊的反应，伊安怎来面对，咱就会通去知影讲原来每一个人真正面对着困难、困境的时，拢无共款。但是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咱诚做上帝的儿女，咱拢逐礼拜伫听上帝的话语，咱要安怎搁一遍靠着信仰，靠着上帝互咱的气力。帮助咱来面对安尼的困难，毋但帮助咱家己，嘛帮助伫咱身躯边有需要的人。尤其伫即个世代的内底，你会看见讲，因为大环境伫变化真紧，紧到有当时咱约袂着，有当时你会感觉讲，迄个压力，互你承受袂掉的时，咱要安怎来面对？要对今仔日的经文的内底，互咱搁一遍来知影讲，人。有安尼的情绪，其实拢是正常的人会拄着失志，人会拄着
人讲像以利亚同款，伊伫19章所描述的灰心丧志啊。但是当上帝咱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儿女，甲以利亚同款。上帝袂互咱伫即个困境的内底，互咱安尼默默受，互咱安尼艰苦行袂落。上帝伊会用伊的方法帮助咱啊！就亲像伫今仔日的经文的内底，咱嘛要看见上帝用伊的方法来帮助以利亚，互伊伫人生那真绝望的时，那行袂落去的时，上帝用伊的方法，互以利亚搁一遍安怎恢复？毋但对家己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而且搁一遍回应上帝的呼召。我相信伫即个世代内底，上帝伊呼召咱每一个人，就是要互咱亲像以利亚同款，无论经过什么款的困难经历，有当时上帝就是要透过安尼的经历，人讲塑造咱啊。有当时可能你真无爱安尼，但是咱可能无法度去选择。咱有当时就是选择，咱若明白迄是上帝，伊要互咱的经历，可能咱就会通亲像以利亚同款，学习伫即个过程的内底来接受上帝互咱的操练。所以咱来看，以利亚为什么对一个足有信心的人，人讲迄是一夜之间怎变成一个绝望的人啊？即个原因就是安怎？伫今仔日19章一开始就甲咱讲。伊讲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甲伊用刀抬正神的事，拢甲耶洗别讲，是啥物代志？伫18章你若转去有时间你就读列王记18章、19章、20章你就会看见讲，原来伫18章的时，上帝伊就是搁一遍甲以利亚讲，哇，这个拜巴力的神殿真正是安尼影响以色列的百姓起坛起庙用这个假神假神殿来甲这个以色列百姓安尼甲因互伊这个拢离开上帝所以上帝就甲以利亚讲，你爱去将这个假神殿450名的神殿拢甲伊杀死。当然以利亚伊就是搁一遍听上帝的话嘛，伫这个内底咱看见哇，上帝就带领以利亚将450名的神殿拢甲伊杀死。所以就是这件代志，阿哈就将以利亚杀死450名的神殿，甲伊的太太耶洗别讲。耶洗别听了心内安怎？足生气的呢！这个神殿拢是我的人，你竟然安尼人讲一夜之间甲太太死，所以耶洗别足生气的。所以伫第2节，你若看到第2节，伊讲耶洗别就找人去见以利亚，甲伊讲安怎？明仔日这个时阵，我若无互你的性命亲像因中间一人的性命一样，愿遐的上帝加倍责罚我。意思是啥物？以利亚伊就派人去甲耶洗别派人去甲以利亚，甲伊安怎恐吓，甲伊讲明仔日这个时，我若无互你死。耶洗别是下重抓咒诅伊家己呢。伊咒诅伊家己，表示耶洗别的决心有强无？足强的，伊讲足气的嘛，气到讲，我若明仔日这个事无互你死，伊就下重抓咒诅伊家己，就是因为耶洗别找人去甲以利亚讲这段话，甲威胁了后，咱来看以利亚的反应。今天兄弟，那你咧？我拄一开始所分享的以利亚是安怎？无你惊的对无？你讲安怎我无你惊的，我哪有惊你甲我威胁？但是你看，伊却因为这件代志，耶洗别安尼甲伊威胁，以利亚伊的反应甲以早拢无共款呢。但是咱就看见，这都是人啦，先知嘛是人，牧师嘛是人。长老嘛是人，咱拢是人，人拢有软弱的事，人拢有当时你无法度去面对的事，所以有当时咱会看见讲，当人伫软弱的时，
当人伫无信心的时，当人伫困境的时，咱要来看上帝安怎来帮助伊。这有当时咱伫教会的内底，咱伫家庭的内底，这嘛是咱来学习的。有当时咱身躯边嘛有人一起陷伫即个困境的内底，伊嘛陷伫即个失去信心的时，咱要安怎来帮助即个人？当人伫就亲像以利亚，伊即马去用威胁了后，惊嘛，心内会惊。所以咱来看以利亚，当伊伫即个惊恐的时，安尼来想看卖吼，这有当时咱每一个人拢会拄着哦。咱有当时伫病痛的内底，有当时咱可能真侪代志，互咱真无顺利的时，你嘛会安尼哦。咱人每一个人拢有情绪对无？好，警察这你有情绪无？情绪是啥物？欢喜对无？人讲喜怒哀乐嘛，你会欢喜无？你会生气无？啊，咱会使生气无？会无？会嘛对无？你会通足欢喜的无？你会通安尼欢喜甲笑甲足大声的无？会嘛？你会通悲伤无？会嘛？哦，感谢主，喜怒哀乐，上帝互咱的每一个人拢有情绪，但是你有了解你的情绪无？互咱讲你伫欢喜的时，你为什么欢喜？哦，有当时咱来去了解，为什么你生气？有当时咱可能敢若有生气，但是你无了解你为什么生气的时，可能这种生气就会造成人的困扰嘛。所以这就是咱拢爱学习的功课。所以感谢主吼，即马的教育的内底有真侪情绪教育，阮以前无对吧？阮以前无即种情绪教育，所以我会记得吼，阮若细汉的时，有当时你会伤心，还是艰苦想要哭，但是我会记得我的妈妈就讲，有啥物好哭的？有啥物好哭的？吼，还是讲咱的男性吼，尤其伫咱台湾人的社会内底，尤其对查甫囡仔，伊若哭，会甲伊讲啥物？男子有泪不轻弹，有啥物好哭的？因为因会感觉哭背后所带出的意义是啥物？你若哭，就表示你软者，表示你无够坚强所以真侪人其实明明都爱哭但是伊都安怎强调的？因为伊会感觉讲，伊哭代表就是原来伊就是软者的人。你安尼，人以前的人讲你这拢讲无好听，你这无路用啦。但是有当时你安尼，人讲你情绪若无好好抒发调节，压久会安怎？会内伤无？会着内伤着无？所以即摆咱若转去你若讲伤心的事，你着流目屎，你着哭。所以我感觉咱伫教会足好诶。哇！咱无论伫咱的敬拜学乐，咱真正是也是伫读圣经咱若真正有感动的时咱会通真自然来表达咱的情绪。但是有人你就感觉伊足惊的对无？明明就足欢喜的，伊笑拢足想要笑的，拢毋敢笑足大声的，要哭嘛毋敢流目屎。所以有当时这嘛是爱学习的。所以伫圣经内底，其实咱看到足侪上帝要教导咱的，尤其咱来看以利亚，伊今仔日面对的是，当耶洗别甲威胁的时，伊的心内安怎？足惊的对无？足惊的，惊吓。你敢有迄种经验，就是互你惊甲破胆迄种经验？足惊的，也是惊甲你无法度去面对真侪代志。但是你看人讲你若有情绪的时，所以为什么咱来学习面对咱的情绪？你看以利亚伊讲伊惊甲无法度去反应的时咧，人讲心理学家研究讲，伊讲人若伫有情绪的时，你若无好好去
调节这个情绪。伊讲吼，咱本来大脑本来有一个原本正常运作的想法，就会去怎框住你哦。所以咱来看，框住了后，伊无法度去运作嘛。吼，咱本来咱若讲，你若讲伫正常的状况，你有遮个情绪，你可能你大脑有一个 SOP 流程，知影讲啊，我要安怎来做。你若有够了解你家己，你就知影你要安怎来面对，你要安怎来调节。但是当你若无法度去面对的时，迄大脑吼，你怎会怎？人讲定去框住你家己。迄个时咧，第一反应的就是你的本能的反应，本能的反应，或者就是你细汉而来。所以你看伊利亚当伊有即惊甲即种情绪的时，伊本能的反应就是安怎？逃走，逃走，对无？互人讲逃走是一个反应，有人就是甲你战到底，这嘛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哦。因为伊无一个好的方法来面对、来解决的事，所以有当时你看，就是人甲人的关系，为什么拢无好？因为伊就是无够了解伊家己，伊无法度有正确的方法去面对的事，所以。第一个就是本能反应，啊，咱敢袂通讲这无好，嘛毋是啊，因为这就是伊本能的反应嘛。咱若细汉啊，像讲咱若讲厝内底有囡仔，细汉囡仔，你就知影讲，咱若甲伊骂，咱若要甲伊修理，伊第一个反应就是走互你虐，对无？囡仔就开始走嘛，走互爸爸妈妈虐，无就是去避起来，莫互你吹着。无就是甲你直直战甲伊赢，通常拢袂赢啦吼。啊，毋过即摆吼无共款啦，即摆足侪爸爸妈妈吼，拢去互囡仔战甲赢，吼原则一直被打坏。所以咱来看哦，即个本能的反应，伊就是逃走。啊，你看啊，这就是圣经描写的哦。伊就去亚瑟别甲威胁了后，第3节，以利亚看见安尼就起来。走去逃命，伊就逃啊嘛，逃走，搁来煞接落来，因为伊无法度去面对，无法度去迄阵啊，无法度去解决的事。伊讲吼，伊就走去一丛树仔骹，坐伫遐求死啊！求死，求死是啥物？伊讲人若伫有压力。困难的时，若无拄着好的方法去面对调节的时，最后就是会陷入迄个灾难性的想法、灾难性的想法。若无有找到正确的方式，悲剧就来发生。灾难性思考，所以有当时你看，为什么即摆足侪新闻有无？人拄着困境、压力、欠钱。还是，互因无法度去面对的时，无法度好的方法解决的时，最后就拢灾难性负面的思考就走出来，最后拢是求死呀！以利亚嘛是安尼呢，上帝所拣选大有气力的先知，伊最后伊嘛是安怎求死呀？伫圣经安怎讲？伊讲打煞啦，耶和华，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赢。所以你看，伊所讲的话拢是安怎？负面的想法。当人迄负面的想法直直讲、直直讲、直直想的时，伊就会感觉伊的人生愈安怎？愈歹命，我哪会遮尔可怜啊！但是咱看到这的时，咱就知影讲，这是以利亚伊的反应。但是伫这个看起来足绝望，看起来安尼以利亚拢在要求死啊时，上帝出手啊！所以敬听兄弟，伫咱的人生生命内底，有当时可能你会感觉讲，拢无人了解我的苦啊！我哪会遮尔啊，拄着遮尔济代志，互咱真恶担当。但是咱是上帝的儿女，咱来相信上帝伊会出手帮助咱。
上帝袂甲咱下伫遐，互咱伫遐安尼艰苦，互咱默默受。所以你看，上帝用伊的方法要来帮赞以利亚。所以你看，上帝伊一开始无甲讲，哎哟，你若安尼，上帝无甲伊骂呢？互你看发生代志发生遮久，上帝有一开始就甲伊责备无？无甲伊讲，你若遮无信心，无呢？所以这嘛是互咱帮赞讲，咱若伫咱的身躯边，咱有真济诶朋友啊，咱要传福音嘛。这就是咱会通帮赞因的方法。当人伫真灰心、真累志、真无望的时，咱要安怎亲像上帝来帮赞以利亚共款？当然咱叫伊祈祷足重要的，但是有当时伊就真艰苦啊！你讲无咱就爱来祈祷，咱就较有信心。伊这个事其实拢听袂落。咱来看上帝安怎来帮赞以利亚。我相信这嘛会通真做咱帮赞伫咱身躯边有需要的人。第一，咱来看上帝的方法。咱知一个人伫真累志、真灰心的时，其实袂食袂困哩啦，袂食袂困哩所以上帝知影伊要恢复一个人这嘛是伫心理学家一个马斯洛讲的伊讲。上帝的方法，第一，先满足伊的生理需求。生理需求，咱知影讲，伊怎行到搁去逃命，可能嘛拢无食无困但是你看伊讲当伫伊坐伫树仔骹求死的时，伊讲伊倒伫遐困伊讲有天使来甲伊答伊天使伊伫困，天使来甲伊讲，起来食饭，起来食饭。毋若食一摆伫第5节叫伊起来食，伫第7节。耶和华的天使第2摆，佫甲伊讲安怎？起来食。所以去看下这，伫遮互咱知影讲，上帝知影以利亚这个时阵上需要什么，就是爱食饭、休困，互伊的身躯恢复了后，心情才会好啦，心情才会恢复。所以叫伊起来食。所以咱就知影讲，上帝允准以利亚有调息、有休困、有恢复。伊讲生理爱恢复，心理较会刚强啊。所以伫遮互咱知影第一，情绪若要稳定，一定爱好好食饭，好好困，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有重要无？今天下这，来你想看卖？你即摆逐工你有好好食饭的？来举手我看者。感谢主，恁有好好吃饭呢，拢有食营养健康的像我的学生我拢直直甲因讲，你爱好好吃饭但是伊拢食啥？全家 7、麦当劳、肯德基拢食这上方便的，拢甲我讲我迄全家真正是我家，定定都去食这便利商店的。结果你看最近迄个油有无？哇！逐间拢着标呢，所以表示咱大家拢有认真好好食饭，表示咱遮妈妈拢有认真煮饭，好好吃饭足重要的呀。即摆真侪人为什么你看身躯真侪破病，就是咧饮食嘛，所以即摆足侪人咧强调你爱好好食饭，过来咧爱好好睡觉休困拄好是好好食饭对无？来，恁逐工有好好睡觉的迄种好好睡觉就是安尼哇，一暝到天光的就是你有困有饱啦，困有饱的。好来，举手我看者，这看起来较少表示即摆大家拢困眠需要调整啊。为什么？压力上大对无？烦恼袂了。有当要困到安尼头壳直直生今仔日什么代志？烦恼囝，烦恼孙，烦恼袂了所以咱拢爱求上帝帮助咱呢。上帝伊其实会帮助咱，有真侪方法会通互咱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嘛。所以你看，第一，伊就是互伊好好食饭、好好困。所以你看爱食饱咧，伊讲伊第8节伊就起来食。
食伊啉伊，甲伊备办好嘛，有通食，有通啉。所以伊讲，我靠，即摆食会力，行40日40暝。这行代表人爱啥物？运动啊！爱去行，伊行40日40暝，就是表示，互伊逐工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所以即摆足侪人鼓励爱运动对无？人讲，你要活，你着爱动。你若动，才会安怎？才会好好的活着嘛。所以你看，上帝用方法呢，互伊食饱，互伊困饱，搁来互伊行40日40暝。你若逐工40日40暝安尼行安尼行，一工行几万步？可能行1-2万步，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哇！这就是上帝想帮助伊嘛，先互伊恢复，互伊恢复。搁来，咱来看第2个。当伊安尼行到上帝山，就是何烈山的时，伫第9节，伊讲伊到遐入一个洞，就点伫迄内底。这个洞最重要的哦，这个洞就是上帝满足伊的安全需求，互伊安全感嘛。你知影讲吼，伊行这40日40暝，敢是轻轻松松安尼行？毋是呢，迄亚瑟伯是派兵要甲追杀呢，伊是逐工行甲讲我毋知会去互掠去无？我毋知暗时困会去互伊掠去无？拢惊嘛，所以你看，上帝互伊40日40暝到一个洞的时点伫迄内底，这个洞是上帝为着以利亚所准备的，无有其他的人。上帝互以利亚住伫迄个内底，互伊真正会通安全伫遐好好困啊。拄困可能困甲足惊的无法度安尼一暝到天光。但是伊到这个洞的时咧，伊会通完全放松，完全好好休困。所以为什么讲咱若要好好休困？你讲你嘛爱有一个好的困的环境呢？所以这才是伊就是互伊伫遮会通完全放松、真正安全的所在，满足伊的安全感嘛。所以上帝伊互以利亚身躯恢复啊，情绪嘛慢慢稳定啊，才开始甲伊讲话。这是咱来学习的哦。当人伫有情绪的时，咱拢有当时急得处理问题。但是当迄个人伊有情绪，你要甲伊讲代志的时，伊敢听会落？伊听袂落。你加讲加生气的，因为有当时问题毋是真正的问题，你会去了解这个情绪下开的原因，才是真正爱面对的。所以上帝，你看伊用伊的方法，先互伊才拢稳定了后，才真正要来解决以利亚的问题啊。所以伊引导以利亚讲出伊真正的想法。所以这嘛是咱咧学习的哦。有当时咱伫人甲人的关系，有当时伊来你生气情绪来，你着先冷静，毋通甲伊讲代志，等伊较好咧，你才甲伊处理问题。所以咱来看，伊伫洞看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啊，这个时阵才甲伊讲话，毋是一开始就甲伊讲话啊。这个时阵甲伊讲安怎？以利亚，你伫遮你创啥物？这个时阵，以利亚毋才会通真正讲出伊迄个内在的想法，无有当时生气讲的话，拢是安怎？拢是气话哦。迄毋是真正的想法咯，拢气话。但是你要帮助一个人，是爱互伊真正讲出伊内心真正的想法，咱才有法度来帮助这个人嘛。所以伊讲，你伫遮创啥物？咱来看以利亚安怎讲。伊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用倒抬你遐的神祗。只有剩我一个人，伊要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来，这段话你看见以利亚伊的啥物？伊的想法，伊讲啥物？来下一页，以利亚的想法咯。伊讲，我为着你遐尼热心，
我为着你遐尼热心，但是因为是以色列人气杀你的用呢，是遐以色列人无听话。伊讲我该做的拢做啊，你叫我创啥我拢去啊。你看见伊的什么？其实迄是伊的无能为力哦，无力感。吼，咱有当时伫咱的生活内底嘛是安尼对无？我该讲的拢讲啊，我该做的拢做啊，但是伊就是安尼啊。啊，你久会安怎？放弃对无？其实就是无力感哦。咱讲迄种无助的无力感。我到底是要搁安怎做，伊才会听话，伊才会改变，伊才会安怎？迄就是伊的无能为力啊。所以以利亚这个是，你看上帝安尼甲伊问，伊就上帝知影讲，原来伊就是为什么会逃走？原来迄个无能为力啊！我已经做遮尼济代志啊，为什么搁安尼？毋是我的，毋是我无听话呢？上帝，你叫我去倒，我就倒。我为着你遮尼热心嘛。搁来，咱来看。伊讲，只有剩我一个人，表示伊安怎孤单对无？足孤单的。为什么敢若剩我一个人来去努力？为什么敢若剩我一个人伫即个敢若想要好好啊做，孤单无助啊？所以你看生气嘛，吐气等下你就像即个安尼伊讲，因阁孝想我的性命要处我，所以咱来看，这就是以利亚真正的想法。所以，今听下这，你看上帝用伊的方法帮助以利亚，互伊真正讲出伊的想法。咱伫陪伴咱身躯边的人的时，你敢有真正了解一个人真正的想法？你若了解了，你才有法度真正来帮助这个人嘛。所以咱来看，过来，上帝就甲伊讲：好，来，你出来吼！伊伫洞内底嘛，甲讲你出来，徛伫山呢，伫耶和华的面前。上帝要用伊方法来帮助伊嘛。所以上帝要互以利亚知影讲，真正以利亚拢敢若看见家己的艰苦你看剩我一个人，我无法度啊。但是上帝伊要透过这个经历，互以利亚学习，互伊知影讲，要安怎重新得到困难的方法，就是爱掠上帝最重心嘛。有阵咱看见咱的问题，看见咱的困境的时，你就会直直陷入迄个人讲灾难性的想法。但是上帝要互伊对这个甲伊掠倒转来，甲伊讲安怎？你出来，你徛伫遮，有风经过。伊讲有大骨头的风，伊还山石头地动，有风有火。但是上帝甲伊讲，我拢无伫即个内底哦，因为伊一定经历真济啊嘛。大的神迹以利亚拢看见。上帝要互伊知影讲，我毋是干那伫即个大的神迹内底，互你知影我，其实我是随时拢甲你三甲伫地。所以伊讲伫12节，伊讲伫火了后有细搁轻的声。当人伫情绪的时，敢会听见这个细搁轻的声？无可能。所以当伊安静落来，当伊冷静落来时，伫13节讲安怎？以利亚听见啊，以利亚听见啊，听见了后咧。上帝阁甲问一摆，14节上帝阁甲问一摆共款的哦。所以你看，上帝直直互人有机会，毋是一摆了后就讲好，安尼你就爱知影哦，你就爱安尼去做啊。上帝知影咱人无遐尼听话啦吼，一摆两摆阁甲讲。当然，咱看见以利亚第二遍回答的也是共款，表示伊还袂行出来嘛。但是上帝互伊有慢慢啊恢复。所以上帝要互伊知影讲。恢复一个人要恢复是有历程的，是慢慢啊恢复的，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当伊咧甲问的时，上帝就是要帮助以利亚恢复对家己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上帝要互以利亚明白，上帝对人的呼召是不后悔的。上帝要供应咱每一个人，
上帝是信实的，伊对以利亚的疼是不离不弃的。而且上帝要互以利亚知影，我拄仔读的吼，伊甲以利亚以利亚甲上帝讲伊的心声的时，讲剩我一个人啊。但是你看圣经到最后，上帝安怎甲以利亚讲？伊讲总是我伫以色列中留7000人，伊的脚头有袂捌几百粒，伊的喙袂捌针伊。所以你看吼，敬听兄弟，敢真正剩以利亚一个人？佫几个人？7000个呢？伊一个7000个人。所以上帝要互伊知影讲，你毋是孤单的。上帝派足侪人甲你安怎？要伫即个世代内底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上帝互以利亚知影，毋是干那你有一个人，是有7000人甲你做伙。这嘛互咱知影讲，人伫情绪的下面，通常讲的话，也是所做的决定，通常拢是安怎？拢是有当时拢是毋对的啦，拢是有落差的吼。所以就互咱知影讲，要安怎重新得力，咱来真正倚靠上帝帮助咱。所以你看，当以利亚有安尼的经历了后咧，伊最后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上帝知影以利亚的任务还未结束啊，上帝有更较大的计划，爱以利亚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所以敬听兄弟，我相信上帝已经选咱，呼召咱，互咱每一个人，咱拢是有任务的呢。所以当咱若愈倚靠上帝的时，你的心就会愈安怎？愈有信心。无论拄到什么代志，你会冷静来面对，你会倚靠上帝的话来突破这个困难。有当时你讲我就是无法度的事咧，免烦恼，上帝家己会出手啊！上帝袂放咱伫迄个困难的内底，直直互咱伫遐呢真艰苦行袂出来。但是前提是咱爱顺服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所以愿上帝施恩赐福伫咱正下这，互咱会通真正倚靠上帝的气力，伫上帝听的内底。定心得到开力，所以伫遮嘛，互咱搁一遍有信心来面对伫咱人生的困境。我相信伫阮伫大专的时间的内底，阮就是时时伫经历上帝安尼的恩典。我嘛常常用安尼的话语来帮助学生，互因无论面对安怎的困难困境。尤其你知影即摆学生吼，伊拄着困难的时，拢袂找你讲安尼，伊拢找什么人？拢找 AI 安尼，找 AI 讲心事，找 AI 讲问题。你想 AI 甲你帮忙，敢真正会互你心灵得到满足？足难的啦。所以即摆足侪人心灵足空虚的哦。所以为什么咱的责任遮尔重要？因为咱身躯边有足侪需要咱帮助伊的人。上简单就是安怎？伊若真正足艰苦袂食袂困的，你就先安怎？先带伊去食饭嘛。我带你来食饭互伊生理恢复嘛。就像我即摆若学生若失恋啦我拢讲你爱记得来找我拄着问题学生拢会找我。我拢无先甲问安怎，伊若找我就知影这小可要来找我讲代志。我拢讲好来，咱先来，我带伊来去咖啡厅啉咖啡、食甜点安尼甜点食落就安怎？心情就较好一点嘛所以咱做会到的嘛若有人安尼真艰苦心的事咱虽然可能啥物拢无法度做，但是你就是互伊先甲饲好饱就好就鼓励甲问讲你有好好困无这若恢复了，伊就慢慢会愈来愈好。所以愿上帝施恩赐福，互大家看起来大家拢安怎？人讲身心灵健康，嘛望后边有机会我若搁来问讲大家有好好睡觉无？至少嘛爱8成的人拢爱举手，好无？
拄啊，足侪人拢无举手，我拢无好好睡觉好，所以愿上帝施恩赐福着咱众兄弟，互咱真正是重新得到快乐。最后邀请来看一段大专的影片，为着阮来关心，为着阮来代祷，为着阮来奉献，互即个世代的学生，互因会通真正伫因的生命的内底，毋若认捌主，阁会通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邀请咱来看即段影片。可以那个 YouTube 搜寻。伫咱的周报内底有一本这特刊啦其实特刊你就会通看到阮的营会，阮的团契。阮真侪学生参加营会活动了后，阮有邀请伊来写心得。伫最后有阮15个团契，所以若有恁捌的囡仔拄咧读大学，伫高雄读册15间欢迎来参加团契。阮会好好陪伴因，好好伫即个过程内底来，互遮个大学生伫即个4年还是5年、6年的期间，真正是有好的陪伴，认捌上帝的话。好，安尼咱影片，若无要紧，咱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听阮，感谢你拣选阮真做的儿女，互阮有福分来享受上帝的恩典。嘛，感谢主，你常常都是用你的方法伫帮助阮，互阮会通来明白上帝你遐尔疼阮，上帝你对阮的疼是无离开阮，也无放弃阮。求主你施恩赐福着阮众兄弟，互阮伫逐工的生活内底，逐工拢来经历上帝你丰盛的恩典，互阮的心充满喜乐甲平安。搁一遍将阮众兄弟拢交托伫上帝你的手，求主你施恩赐福，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的名，阿门。接续咱来吟回应诗，圣诗616首，我踮伫主的疼痛，咱起立跟全首。
即时，咱来带礼物献予上帝，请即事来奉献。那这请请坐。咱有即个讲大专的即个特别的奉献录啊吼，请咱会当用即个奉献录啊来关心大专的事工，互伫咱高雄区的所有即咧读大专的学生，也毋茫透过咱的大专中心对因的信仰来好的栽培造就，互因将来会当成做上帝好的囝儿尽忠的百姓来互事使用。请起立。是阮主爱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一切恩典，无论是性命、工课，也是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今仔日阮欢喜将奉献带到你的面前，这毋若是金钱，是阮对你的感谢甲信靠。求你管纳这份奉献，嘛引带阮用智慧管理你所交托的一切，互阮知影一切拢是属你。愿以甘心乐意来献上。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祝福册献圣诗387首，唱煞祝祷唱陈牧师。好。将来也永远的无永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兄弟，请坐，电脑闭会。